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9月27，旧历的8月29，礼拜5。新闻的头一条来关心天气的状况，因为东北风带来水汽，加上地形的影响，宜兰一透早就开始落雨，落雨土卡骨，有一带气温家己去弄着，加在司机敢若受轻伤。另外，伫个关岛西南西边的热带性低气压，无排除会发展做今年第18号的风台米塔。虽然冲来台湾的几率增加，但是所带来的水汽也是有可能会影响台湾。拖吊车慢慢将客运拖离开，可见弄着力头非常大。这客运的车头严重毁损，驾驶轻伤送医救治。不过，这件自动车祸恐惊甲大雨有关系。可能是因为雨天失控打滑，撞击了路边护栏。除了东北风带入东方海面的水汽，加上地形的影响，宜兰一透早就开始落大雨。气象局深水针对宜兰无同的区域发布超大豪雨、甲大豪雨的警报。其他的县市北北基以及花莲、甲台东的红头树列岛嘛发布大雨的特报。预计要到暗时，雨势才有可能会慢慢较少。不过，即马需要关注的就是伫关岛西南西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，无排除相继伫今仔日就发展做今年第18号风台米塔。不过，若是以目前的行进方向来看咧，未来风台可能往日本前进，直接侵台几率较低。但是后礼拜嘛有可能会为台湾带来无稳定的天气，要提醒出去讲前往日本的民众一定要注意天气甲航班的资讯。